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江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東京夜晚行街呢？我哋一定會見到好多廣告燈、百貨公司、人流，而且好多人。但只要行入啲橫街窄巷度，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居酒屋、酒吧，仲有啲表演棟篤笑嘅細舞台。同時，呢度有一班靠住夢想撐落去嘅人。而今日要講嘅呢個人唔係天之驕子，佢係喺東京夾縫之間捱大嘅人。而佢而家係一個國際導演，行紅地氈。但係早年嘅佢，只係一個要靠講爛笑話揾食嘅地下藝人。如果要用一種顏色去形容佢嘅人生，係黑色，黑夜嘅黑。佢叫北野武 Bido Takeshi。喺1947年東京立足區嗰時，戰後唔係好耐，日本仍然係好破舊。基本上窮唔係一個形容詞，係日常。當時嘅佢屋企收入好唔穩定，細個而冇乜選擇，只有捱。佢細個嘅時候好中意畫畫，畫到自己覺得可以入到美術大學，但係結果係考唔到。由佢考唔到入大學之後，佢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作，無論雜工、臨時工或者係一啲清潔嘅工作。雖然每一份工可以話係型或者係光鮮，但係每一份工都教識咗佢好多嘢。日子係唔會等你準備好先開始，你一樣要起身食飯、返工咁樣捱過去。有時你唔係跌親，只不過你行緊一啲冇人鋪嘅路。喺70年代，佢成為咗地下藝人，亦都加入咗搞笑藝人圈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嗰陣時嘅搞笑藝人唔係明星，即係夜晚表演，日頭要返工。收入可以話係極度唔穩定嘅底層行業嚟嘅。佢同當時嘅拍檔係負責搞笑組合，亦都有時會用冷面嘅幽默加少少毒舌，而慢慢喺地下舞台開始有人認識佢。而佢亦都講過唔好浪漫化搞笑，笑聲嘅背後其實可以好冷。有時後台嘅人會唔理你，當台下有人笑嘅時候當然好啦，但係亦都有好多時候係冇反應嘅。所以一定要反應夠快，仲要自嘲，笑得大聲先可以留得低。當時嘅搞笑對佢嚟講唔係一種情緒嘅抒發，唔係開心，而係一種生存嘅技能。喺嗰10年裏邊，佢學識咗兩樣好重要嘅嘢。第一樣嘢係點樣令到個場嘅氣氛可以保持住好高漲呢？第二係令到自己嘅心長期保持住有一種懶。而時間去到80年代初，佢突然間紅起咗。當大家打開電視，成日都會見到佢，無論主持、節目、廣告，全部都有佢份。當時成個世界淨係要求佢做一樣嘢，就係要好笑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，當世界只係中意某一面嘅我哋，其實我哋慢慢都會喺度消失緊。就好似觀眾要你笑，公司要你交數，我哋無時無刻只可以呈現一種狀態俾人哋睇。其實當時佢有講過，佢內心最想表達嘅係孤獨、死亡、暴力同埋空虛。佢有講過，你可以令佢喺節目度笑，但係當佢自己一個人嘅時候，佢開始笑唔出。成咗名原來可以好嘈嘅世界，但係內心反而好靜。當時間踏入1989年至到1993年嘅時候，佢開始轉型，由笑匠變做導演。喺嗰一年，佢拍佢嘅第一套戲，用導演嘅身份。當時呢個消息喺娛樂圈亦都好震撼，因為好多人都笑佢，話佢你諧星學咩人拍戲。但係個結果係電影入咗國際影展。由當時開始，大家開始明白佢喺舞台上佢可以好搞笑，但係當喺鏡頭嘅後邊，佢可以變到好爛、好凍。而佢嘅電影風格通常都係好少對白嘅，畫面會形成咗好靜。但係同時，佢亦都加入咗好多暴力元素入部電影入邊。有好多睇過佢電影作品嘅人話，呢個根本就唔係佢嘅電影風格，而係佢嘅內心世界。佢唔只係雙面人，佢只係用兩種方式講同一個世界。點樣去表達痛？喺1994年，佢發生咗一宗好嚴重嘅交通意外。咁佢半邊面癱瘓，講嘢亦都有問題。對於一個藝人嚟講，身體就係你唯一嘅工具。突然之間，佢連工具都冇埋，但係對佢嚟講，最驚嘅唔係毀容，而佢要問自己：如果我再上唔到鏡，我會係邊個？而相反，之後佢嘅作品就更加暴力，更加血腥。
就好似人生同佢講，你已經冇下一次彩排。喺90年代嘅後期，佢喺歐洲嘅影展經常獲獎，而有趣嘅係外國人都好中意佢嘅作品，反而日本本土嘅人係一啲都唔欣賞同埋接受。呢啲通常都係藝術家最孤獨嗰個位，喺遠處嘅地方通常俾人理解，喺家鄉反而會俾人誤會。而佢當然冇接受，亦都冇迎合大家嘅口味，因為佢知道如果一開始就做呢個討好大家嘅行為，佢之後就會開始迷路。而北野武去到中年之後，佢開始畫畫、寫書，咁當然佢都有繼續拍戲。個畫風係比較童年式嘅，但係內容係比較成年嘅。佢亦都好坦白、毫無避忌咁講生老病死，講孤獨，亦都冇再扮成功人士。當時嘅佢成日會講人會老、會痛、會孤獨，仲有會驚。由搞笑到電影，由熱鬧到沉默，最後由舞台到畫室。而佢最後終於去到一個階段，就係為咗自己而活。而今集嘅主角北野武，我覺得有3點可以喺佢身上學習嘅地方。第一點嘅係自律，因為搞笑可以靠臨場發揮，但係電影你一定要有全面嘅準備。而同佢合作嘅演員，大家都有講過，佢對電影嘅執着係好強烈，而且要求好高。第二點就係佢內在情緒其實係一個好有深度嘅人。雖然佢表面呈現好凍，但係骨子裏亦都係一個好熱嘅人。呢一點我哋可以喺佢嘅作品度睇到，通常會有一啲極端嘅表現，由靜到好暴力，由黑白變到好色彩。而第三點，佢好忠於自己，好誠實對自己嘅作品、人生。佢唔會因為個市場要去做某種作品，而佢就去討好人哋。佢會維持自己，忠於自己。如果要定義佢，佢唔係一個勝利者，佢係生還者，因為佢冇贏過人生，只係從未被打低。有時我哋唔係一定要贏過人生，但係我哋一定要撐過我哋自己嘅人生。幽默可以係我哋嘅盔甲，但係亦都可以成為我哋成長嘅養分。如果大家中意今集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你哋嘅支持對我真係好重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。